哎呀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啦，到嚟收聽本嚟學嘅嘅節目。呢禮拜咧，我哋到對嚟講先啲話題。這禮拜個有老節目來，新節目來。這禮拜我特別嘉賓是莊你來介紹啫。這禮拜特別嘉賓是老焦，英國中，哇，這咪好料，英國中。Hello，這咪好料，我妹。食百妹，哇，好料！哎呦，我介紹隻百妹。因為實有我有物件，我有巴錯有，我攤酒梅。哎呀，無想到哇！當然好像我唔知做咩事quarantine去啊。我成日想食物件，嗰了是當人食了，唔是當人食啦，亞洲人嘅食嗰了。Korean food 啦、Thai food 啦、Asian 嗰了 Chinese food 嗰了就想食。較高級。啊，有可能嗬。แล้วก็另外一隻老椒是我哋都歡迎我哋都 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來新椒來無落姑娘見到莫靈頭歡迎莫靈頭 Hello，แล้วก็即新椒冇錄過來喎特別唔知名咩名個新椒你名咩名我名 JC，還是叫我錯，我會使錯。就係你華名咧？sorry，華名人叫你平時叫你咩？華名是叫？華名啊，華名，人叫阿錯會使啦，還是我叫我八嘅咪使？八嘅，我叫八嘅，好。我特特嚟就笑華名嘛，誒，有陣時華名較準過正名咯就。你有冇時間叫我八嘅嗰時啦 ？OK，誒八嘅，你喺度咯？我到嗰啲 barbecue plaza。哦，誒，我看者。我未記我其實我未記。哇！誒，你拍環嘅，我拍環。拍環嚇，電話拍環。寬係 horizontal 哇！你這樣 barbecue station 啊，你講到 barbecue 咩？是啦。哦，你講咩？你未見你細粒啦？呢時嗰啲跟你 plaza 啦，咪嗱？我未見講有啲 event。哦，啲 event。唔要緊，我貴咩？你免驚，我當金樂高早咪早起5點嘢。อารมณ์ไหนอ่ะ對啊，我咪就早起落街，咪就早起5點嘢，你免驚。我試下幾位啊？嚇！แล้วลูคัด定那是蹲厝時候，那是你會 continue ไม่ใช่接唔起嘅免驚。แล้วก็อาลงว่าลูกก็ไลค์ก็ฮัลโหล歡迎อาลงลูกก็จะสติ๊กเกอร์ตัด咗。我成隻而家先。好，你這誒嚇，特別確定那是對啦，不梅魯咯，梅魯到底其實聽起邊嚟學嘅。我是我等你話你講有啲係我是 recently 我收到 email，然後我剛看到咧有玩我嘅 channel，then 我就 I'm interested to join 我有興趣 join 入嚟咯。講福建話嘛？嚇，對，誒特別你收談係咪 email 咧？收談係咪 email 咧？有 Eventbrite 啊 ，Eventbrite。哦耶 ，Eventbrite，OK，我仆機夾落海。哎呦，死我老多嘛！喂，我把你哦 ，Eventbrite，所以哇，好本來，咱 Eventbrite register 咗一個月成日講同地路關，但是你有可能有興趣嘅節目嗬。袂歹，好啦，你看，แล้ว不要緊 ，OK，你去食先，แล้ว可能กินแม่วาง3ชุด落วาง4ชุด就對個呢落了嘛。所以係你對厝嘅時，你會使同啲，你會使 join 個上隻 link。好啦，跟。我看你食物件喎，你邊個嚟？我看你食咩？我喲，哦，你先知道啲 basement 一間 basement 一間啊？對 basement。我捌去過係一間。我捌去過，一隻你樓梯電梯就落來，就是那邊就是啊嘛，對。對，我捌去過，你而家一塔嘅物件一百路嘅，OK，肯定嘅講。
新椒咩？OK，當我大媽看到一間就是新椒吧嘅，新椒個有阿龍歡迎阿龍老椒，龍阿龍。龍阿龍，阿龍係咪冇？我都冇掉阿龍，你嚇掉對。哦，hello，啊，誒，做咩樹頂子買紅險保險啊？你知哦？我唔知喎，你我冇咩曉用過。特別頂子是你會安全保喎，伊上加伊安全我保。冇聲，安全保看到伊個巴，佢冇啊，我安全保看到伊個麥去嗬。你想我伊無 input 去，可能你就 maybe reboot restart 你 computer 有可能得呀。就是我 computer memory 冇夠咧，可能有可能。冇啦。而家生怪等門啊，定住撚落。了，齋到好。特別攞出嚟。誒，我解呢個冇定講咯，等你關掉嚟。我講你那時都別會話你頭前你呢邊嚟，你貴嗰時都嚟啦，就2點蚊嘅。啊，對，啱。我試，我搶掉，我俾搶。OK，當今日我這禮拜話題是咪講咩？我俾講把，哎呦，小弟弟講把嘅，我哋看到把嘅，把嘅隻股冇聽到，本來把嘅。OK，我講退休，冇插啱鬧啊，笑人。變仙啦，變仙，只變仙。就變仙啊！日本先啊，咱退休嚇，我咪講這話題咧。最近冇你個想到了即係無厘頭講，因為少年唔知是咪講咪咪叫話即退休時，特別即係啊，你成出必勝嘅嘛，你咪小笨笨嘛啊！當見呢個冇可能咗，所以當見唔是話你都想啊，那是咩呢個上個跟你相關就好啊，你諗盤頭落話冇工做嗰陣咗嚇。特別好 ，OK， 所以當今啊想起啦，你講住人，尤其是當今成日講多外國嘅人啊，無厘頭啊，就是龍啊，還是個蛙啊，還是英國中嗬，我每看你講有拍算要退休啊，對邊人大呢？有啊，哇，5年啊，我退休了。哇！我冇。我就冇知嘅，我冇。阿龍即係咧，英國中講嘛OK，so 我真係估就 plan 做這裡了咯。我30幾歲了，我都未興趣要對去邊人大了咯。哦，然後我本是有話，我有一大了，睇下去你厝，買厝。嚇，呢度未住啊嘛？有了嘛？啊，呢度住啊你。我做到看那家邊啊？啊，對。加蘭巴呢係新冠那個，新冠那個。啊，是哦。叫新冠那個啊，係你18間啫嘛？我係食餅我嘅嘛。那個啊。係你喜歡那個啊？我未曉哦。加蘭巴間啫嘛？你我那個，哇，唔是講是哇，我那個。呢隻故事，冇。呢隻故事八間隻馬都得。你大陸是你講叫換那個，是大陸一個。Gurney Drive 咯。Gurney Drive 咪是關那個咯。我換那個，我想講你講換那個。哦，有人講換那個是 Sunrise 對邊那邊個換那個？你換那間崩嘅。但用讀講是好啦，換那嘅所在嘛，但用讀咁崩，但用讀講是換那個嚟。冇一直來是關那個來，是咱人講了嚇。我猜啦，迄個關那啦，意思是我猜啦，是個呢來。哦，伊是個呢夾來。伊是無意思誒，你用隻人字來，你去分，你聽隻人字來看咧，伊是無意思。我知啦，是伊是個呢來誒，個呢夾，所以有兩個咯，一個我伫迄個實體好誒邊，咪是叫做個那個咯，你舊誒個那個，舊誒個那個，係咯，新誒個那個，第二個你講，因兩邊不是個呢來誒。哦，OK，對啊，個那個，我都冇想到，可能本啊。
特別啲福建人講百幾兩百年咧，直接講啊，你幹啦，變幹啦格了人家笑咧就但係變幹啦格嘅。誒，我冇講混那格，我講滾，我講滾啊，滾那格。我覺得嘛講滾那格。我講滾那格。吉車裝嘅嗰種滾那格啊對咯。啊。誒，我想要叫佢哋一句啊，即係你冇聽到人講，你花車頭一個會叫做滾那會嘅咩？我拍滾那會。幹那會，幹那差不多是你音啦，就諗冇 standard 嘅嘛，差不多是你音咯。幹那會。其實我咪講只句了誒，別使叫混那格 racist。滾那格唔係混那格。唔是滾那，是滾那。誒，特別混那 racist 呢？即係話混那，人講混那是 Indian 嘅。特別混餅嘅混外國嚟叫做混那，外國嚟叫做混那，混餅是對từng人嚟講，咱人嘅立場，咱看到對馬來亞咧，咱叫做混餅。特別咱大啲餅咧，老實講，叫做混餅本是奇怪了嘅，因為是大啲本地嘅人嘛，本地人叫家己嘅所在做混咧，嗬是奇怪嘅。老實講，因為混是外國嚟嘅意思。混是成日講街尖嘅呢，混那街尖咯，外人咯，所以混那咧，伊唔是講看袂起人嘅是 racist 嘅面，伊其實是講伊是外面嘅人，特別對人嘅對人嚟講是你看人混那咧講是外面啦，特別其實人唔是外面嘅人，人是多啲人嘅所在咯，是本地人，人是本地人喺度。所以變咗之後咧，有一個，按照講啊，有一個 debate 啦，啲going on 就係呢誒。哦。你不如講，哇！你講人散翻啊，係你翻啊，本有係你意思本，就是講人比人家無成個咱嘅進步啊，人嘅人家有路嘅人啊，咱叫做翻，本有咱嘅講法本。Either way，本是對真係人嚟講聽啦，哎呀，係無爽嘅咯，講話是外國人。第二點，佢講話我翻喎。你諗到俾驚講混那個不了，不了字。混那格咧嚟成就講混那咧，我當劍氣啦，我講馬來人嘅，我成日講馬來人，加啲淡薄啦，冇即係冇關係嘅，但係人有人頭一步有人行起嘛，人是拜年嚟嘛，就。OK 啦，未使叫人惡陀咯。喲，講個屎啊！喲，你係100% racist 你。OK。我厝嘅人叫做教堂。啊，是你哋 racist 啊，你哋 racist 啊。呢個係講舊話啊，係你話。係啊，特別即係迄個人老國仔，佢老頭腦，人咪是 racist 個，因為當今啊，當今咪上，你就哎喲，你係咩啊？你成日定節講有一單迄個黃布病毒誒，到底結打為伊個人啊賣物件誒，伊去外國啊，對來啊，去印度嚇，對來是一個走開店啊，啥物也是去倒落毋知，咱咪團互遮濟人咯，了伊了我聽人講嘅是，人哋個人啊，隔了個人啊，實對家己掃一個。頭先受隔了幾電嚟嘅嚟啊！冇事啦，我同講到都貴了，我係罵去影響到我係孫啊，講我罵直直講抄起嚟啊，係你看，所以有一道我係孫啊，細漢嘅時，包如5-6歲時，伊去坐電梯嘅時啊，嚟啊接啊，伊個電梯每開嘅時，人看到伊啊，伊安尼看，哎呀！啊！有個人喺面嘛，所以伊罵罵咯，講伊未使做呢款。哈哈，牌啊！對，我係罵影響到伊啦，伊聽到我係罵，直直講呢款嘅。哈，對，咱咪就四字。老一派人愛幾樣坎坷啊，特別人即新嘅一派，你人會曉咧，人特別較高，特別假，特別學假。人活嘛，人咪死嘅嘛。講到啲退休，退休路就英國中路就來有想到，袂對馬來西亞退休啦。แล้ว路有按照準備呢，你30幾歲去？
春邊是有夠入 pension 無啊，係你是第要緊嘅咯。嚇，拍水你看，我這邊做緊有 accountant 嘛，我直接每一就特擺拄着意思，搞袂搞袂，搞袂，我被走了咯，我被打了，所以睇下我55歲時我被退休了咯。哦，59歲 OK 啊，個哪年啊 ？Actually，我退休是較早，就無我特別伊人應該我特別做緊到我60歲啊。哦，我講你早，這邊啊，我係 NHS 嘅 pension 啦，如果是一年早，伊人抽起來5%。哦，哎呦，你咪日日做啊，你日日做啦。我5年啦，我5年早啊，伊人抽起來25%。哎呦，日日啦，你日日被單備啊，估計5年。我未得閒咧，我夠加60歲先，我死啊！我係咪？我係性病，我係咪性病？哎呦，個你冇快冇估呢啦，個你。你若是演技是啊，5年甲一個估再無5年成個英國咧，那就再無。個你成個英國。我都無耐心被等了，我被走了。當今都被去啊！好，你就有機會你就走啦。我被走了，特別這邊我係變成較少，但係我無插 ，because 我被帶啲馬來西亞呢。哦，你累最大呗。我累較用呢，所以發行較久咯。明白。แล้ว你講話你嘅話你生活對馬來西亞生活你被按怎款嘅退休嘅生活咧？你被做咩物件？咩是生活？生活你 life 啦，你被做咩物件？嚇！我做咩物件啊？困啊，食小飯咯。成日你特我對佢房間嚇啦。我行啊，去游水啦，去 surfing 咯，去游水啦，去東海基去 surfing 咯，睇下我在蘭卡威半度 surfing 了，所以蘭卡威我係 surf，去加拉丁我係 surf，你慢做半行啦。哦，小門哦。好啦。你未先咩？自己做呢？未先。你冇成日有愛做咩物件？啥咩活動啊？做咩 project 啊？做咩物件冇？唔係啦，我。做緊這邊夠熱了我買喎。誒，你拍攝成個講到馬來西亞一年到幾個節，然後幾個節都短期英國短。其實安尼款啦，安尼款上啦 ，because 這邊啊，我第一打係是伊個零天哦。我幾時計伊個零天？我這邊較嘅，我30幾年，我冇啊40幾年了咯。所以你話你老咩？我52歲啦。哎呦，我講起來個少年呢。我53歲，我你想要嘅啊？對啦，嚇我想要。我想要嘅，我到你幾輪啊？你問我我知道，我41啦，我41，我19年嘅。哦。你到我一輪咯。嚇，我想要，所以我被我講咩？我未記了。你看到我老了，你冇啦。冇啦，你未打呢邊嘅零天，你到喺邊42啦，53歲，你想要？即係英國嘅所在啊，你再冇依個點先嚟耍嘅。馬來西亞唔制，馬來西亞嘅人唔制，因為唔制有啲 savings 㗎 winter time 嘅，所以依個 boy 嘅weekend 啲10月啊。伊個時鐘啊，調點先。伊時鐘刷嘅時我就走了咯，短期嘛。然後等伊個時鐘刷到個再刷去summertime嘅時我就短期。OK。我 plan 者你看啦，特別我這樣就會做咩唔知咯。我若是無累去呢，我就未走來走去了咯。你無累未走來走去，你要多少時間？幾久個啊？你啲大啲馬來西亞啦，較達嘛。你水較大，你拖較久，你累。有，別人咧，即個阿龍，嗰是
冇啊，即等陣每你升每我哋都升，我哋都較老。好啦，是啊，對啊，是嘛？咱熟悉咯，咱就免歹勢人。好啦，我就冇睇死。咱人哦，所以個特別，我就 enjoy 我做嘅工。嚇，我唔知講我會早退休未吧？我 quite enjoy 我我嘅工。嚇， So and it's a field that what enjoy doing. 嚇， So 在呢個我 feel I don't feel like 講我會早退休。所以你嘛 because I think 我多出來，我未迄個節，我唔是迄個節點嘅。哦，你是這邊點上啊？我呢看門我看路so I always do activities or something 做。啊， And since what I think 我 find that 我 enjoy 我 day job, so I don't know whether 我早退休。I think probably not。特別你有個人成日講伊根本免退休本唔要緊嘅，做假如這邊 in Malaysia 人有一個嘛maximum retirement age 嘛？誒有嘅咩？有啊。Of course 有你使嘅做落去啦。啊，係咪是 maximum retirement？誒，你較老了，你白做工就一兩無好。我這邊想嘅是 I mean 你想是會想做 under 65嘛？But beyond 65，佢是 up to the company itself 講愛請你個是嘛？特別唔是真係 maximum 啦，你若是真正 good 啦，伊人真係屬於你，伊人本事會請你。呀，做唔是 maximum 啦，我聽到你講 maximum，係你就是真正來咯嘛。冇啦。那這是人有 minimum age，冇 maximum age。啊，咪有 maximum age 啦。你若是做 pilot 是學嘅話叫咩？飛機師。飛機師啊，你若是做飛機師，定係叫有 maximum 嘅啦。你袂使，啊，我想60歲咧，你袂使。我意思成日話呢就，但媽媽訂面白燈咧，但媽媽訂，就但媽媽訂係咩未記啊？即係當然咧，飛機是會落是會起啊？老毛啦，唔是飛，總之唔是飛紐約咩？我想我實去個普羅去飛啊！而家人多變靚啊，retire 了，現在做小做小 recycle。嚇？呢啲就所在不有。哦。Korea 不有，韓國不有。你我冇看過咧，係老人家嚇。樣是係是無夠累退休啦，就去做呢，是樣興趣成個慢慢嚟講。有時未退休咯，新加坡嘛時候你講70幾80歲，uncle 啲個邊得做工嘅，過旁邊個70幾歲嘅。特別有啲人是無累，有啲人是成個來做。有淡薄愛活動啦，就嚇。特別愛活動啊，找物件做咧，較濟無去做咧，去抓安尼講，你用迄是啥古里啊，較歹做嘅，較食力嘅講啊。伊毋是講為叫啊，我甲人甲無呢用老化去啊，甲先怎啊嚇？啦做到個物件運動啫啊。我感覺無去做咧，佢咯，歹命嘅啫，你更嘅咧抓嘅咧。係啦，你用辛苦嚟做咯，老咧伊骨頭生咧，แล้วก็เดี๋ยวนะคนคือสิว่าเบกิโปซ่าโชว์แต่สิว่าไม่ใช่做背技術當然我哋叫โปซ่าโชว์到啲 Facebook แล้ว等陣就我們想話你講John 啊 announcement 係咪 announcement 你又未講 announcement 個係咪 announcement 你未講男病即係講 announcement 就報告啫咱可能咱當然是去到咯啊！你想講坐飛機嘅人落驚啊！坐飛機人，哎呦，可惜，我唔知坐咪坐啊，知道？我是有興趣要想看講，咱若是講對迄個賣退休嘅人啊，這個唔是講賣退休我是愛，是講你愛做係一種。你退時你要有趁大，你真正愛大係一種嘅生活啦。
就是講你那是已經當你做掉已經做掉你愛做嘅工，還是你已經畫掉你愛畫嘅生活了，你咪是退休甲無退休嘅生活無咩清差啦，是講。特別我是有工做呢，我會當今暫時啦嚇，當今40幾歲人是，我是感覺到我那是講我會做成個啦。係一種嘅工，成個講幫會幫啦，你愛去做咩物件做了，你成日做 part time 嘛，啥物嘢 continue 做。我平常時每做工了，即係是半年啊，是幾個月，對起馬來西亞大啫。無就是找迄個online 每做嘅工啊，了就到啲online 嚟，到啲馬來西亞是到啲蝦米國本嚟 continue 做緊咯。我是想咧啊。特別我退休，我咩事都冇有講嘅，我啦啥啦，我閒咯，很多事咯，我咪記做咗事。而且 full time 變嚟學人，特日落就出，特日過來。冇啊，你有佢哋落去落啊，冇人陪你落，本是問題咋。對。你叫你邊啊？我記得佢那隻個都特日陪你落。咱就退休啦，咱就退休啦。知道 unfriendly， 應該當特日來啊，應該當。OK 啦，免做半行講話啦，練個 B 數分咯講話。嚇，就是誒嘛，無我講聽，可能咱退休啦嗬，佢哋本來學見錄音變做是到啲個別點嘅位做嘅特日，然後咱 broadcast live 到啲個別點嘅位。會使。咱家己開正個別點啦。嚇，對。我更加大人，大家特別有物件做嘅，還是無物件做了閒嘅。我唔是安尼款嘅人啊，我真真笨蛋嘅哦。我會做半行，我就歡喜了咯。特別咱開個別點，係啦，咱有一個講咧，可能跨老官呢。你就自己consultation 咯。你做到啲，你做咩就對了。你人就借迄個。領啊、流河啊，揸隻工佢會做揸隻工，咱聽眾裏邊做雞啦、做龜啦、搞豬隻嘅啦、搞賣物件嘅，我都做啊。即南西嗰個你看裏面，嗰隻龜。嗱你講咧，你是大陸嘅講呢嚟啊，看面嘅，我淨另外是看病。對。出面本來你看那邊咧學嘅嗰邊點接女特別小妹啊，接女特別小妹，接妹特別小女。接你哋嘅上輩，我而家試啊！我而家落幕啊！當然咧，有冇佢得到呀？落嚇？你有冇得到佢啊？關哪㗎？佢破地啦，佢破地㗎，佢流轉嘛。唔係，咱會除你較高渣嘅，出點出。其實嗱，是講咱人有貴啊，咱貴嗱嚟聽眾伯伯合租俾佢開一間店啊。其實無人會學咱只去流轉呢。做只人有做激嘅，迄個就迄個 Doris 叫咩名啦？金配，金配，伊個做激嘅，係啦，佢做邊啊？係啦，我哋節目上款嘅人哦。係啦，即博金啲嘅就對佢做。南西有啲邊個人看面已經夠啊啦。你 already 得落，我一接嚟，你要吹張，我要吹南西樓頂，去樓頂收住，去樓頂。搞 privacy， 你係落嚟落卡啉個杯。呀，不過件很少有落過啲。แล้ว我成日看人啦，我是成日你夾小夾皮，一道你去跟人講話，日日外賣，一道講，特別變嚟學見 live stream 啊，特啲 Facebook，講是搞，你而家只搞喺點先？你看你有隻辣，有隻把辣，但係自己嚟講，你講你成日硬，這個就老實講幫佢做咗。但係今天我你本線啊，攞你拜佢阿咗冇啲，依隻行啊，逃避走去逃避，逃避嚟，走去葡萄榴蓮巴嘅逃避，走去葡萄榴蓮巴逃避掉。特別我有想過要換車嘅，我較想要做啥的士啊，換巴士。換的士，我成日會做緊你緊嘅，我真係是退休老嘅事。你借掉你嗎？你嘅正線就是會換車，你借掉你嗎？換車都冇了正線，我想要做成個多出來，都冇做淡薄
做他们物件，爱得是，我唔知要做咩，我老外做咩，啷八舊啊，講我老外做咩物件？有卡，錄音係咪 OK 啊？係咪卡？就我老外得有卡，有卡。我一個朋友啊，韓國人誒，伊講伊拔到伊被，伊是冇帶咗，係了你可伊路頭冇路嗰隻係伊是冇帶，伊錢嘅問題，係了你可伊當今40幾歲人啊，走去學教頭毛咗。哦，伊講啊，即係拔到我退休啦，老了啊，免走去走路啊，記得啲掉裏邊教人教頭毛呢啊，你愛做咩卡？嚇！冇啦，你係自動教本嘅嘛，你自己 design 你舊嘢啦。你係教頭毛啦，你直頭卡啦，直頭卡啦，我直講。一般時講，我睇冇一個 skill 咗，咱當今嘅 skill 是當今嘅會上會用嘅，伊當然做工嘅講是當今嘅會上會做呢，60歲過也冇人愛路了。我上過你看問題本啊，退休嘅時，你講就只人，你有用下面，你本身有嘅 skill，你會有用，夠吞用。我那時我咪照顧好個啦，你講我個人睇成個攝影啊嚟攝嘅，然後我 Photoshop 嘅，然後會啊 ，Photoshop 平時就大人會曉啊，當然。當然個泡泡我燙咯，你別個人搶講咯，你哋。你把攝，你別個攝。用電話會使假了。係咯。特別假個真係。有一個地磅嘅，你以為幾高？我成日講 AI 啊，當然就教啦。伊知你暑假係咪食啊？伊知你暑假係咪款嘅 pattern 啊？我同我講咧，我是驚我一年個 computer 有關係㗎咧嗬，我冇，我 skeptical 就驚啦。特別當然就做物件嘛是伊 computer 會做物件，特別伊做個一地磅嘅本啊，特別北島我唔知啊。我是想看，若是講。是講我對檳榔啦，我要做咩？特別我買咗咯，我對退休啊，就是我唔是講要做工咋，我唔是講要，但是無法度就趁你我明白啦。但是講確定係講，但是我對於我要趁你嚟講，我要做咩？我是想講，但是講我免趁你退休啊，嗬，我是大致是去行，我特別出面嘅做就對啦。像英國啲咪是，你講你買做工，特別你咪是要出面嘅做。都係少啲咪借得出嘅咩？我規日坐啲個別店面前講我個人，做幾部？你講下你 describe 下你是想做啊？你講早起醒嚟做下咩？แล้ว阿媽做咩？你想下，你哋是 imagine 過咩？唔係 imagine 嘅，唔係想看過。哇！睇住我要做咩？啲檳榔啊 ，OK 啊。你先猜你是搞到啲研究到檳榔咩事講？我哋車炸了去燒水了。你記得係燒水，你厝嘅燒水啲。冇去檳榔 club。啊。燒水啲，แล้ว自己花車。炸對了。自己花車。自己花車安怎啊？แล้วคือ你ไม่ใช่你ไม่ใช่จะได้บ้า你想我應抓字是冇？你應該累咧，你問講應該累呢多啊？冇咁抓大啦，睇下路。冇你請我咯，我做你ได้บ้า咯。對，แล้ว我個攤做工，你個攤免花車，特別你揀花車啊，你。係你點先是邊個有你本事未花車咯？我當然就冇花咯，冇你請阿龍。請阿龍啊！and stressful 你俾使請阿龍 seriously？ 當然想想啦。好啊，就。你 OK，แล้วใส่車你再去長不長燒水過了去到咯去到食。咁不是做正價。佢都係做正價，但我都唔知。未使啊 ，Covid 啊！安尼估都退休嘅事。你唔知啊？即係 Covid 被成人教嘅真係估啦，唔知啊。WHO 講教講2022年半 A 啊。
2020年唔是今年咩20G 哦แล้ว唔得哎呦แล้ว除 lunch 咯除 lunch 嚟食不早起段時間總係會講下，我 just 會 imagine 會再講人睇佢成話。我你講嘅 ，OK 啦，好，我 guess。啊，係去法迪庫是去美會食。美會還是去77，還是去聖誕橋，還是去。你 Gurney Drive 嘅 job 咩嚇？Gurney Drive 我唔捌去並隻去少咋冇？有開啊？有啊，有幾多有開嘅？關下看有並啊，關下看。阿妹，迄邊有嘛？有迄個，哎呦，叫做咩嚇？迄邊個邊條？你尋大條橋本啊？你？我是Song River 是阿美嘅區嘛？哦，你新西蘭那邊你註冊早起註冊為何你是講？我係你熟喎，係我只熟喎啊！哎呦，是講我驚，驚咩？我驚唔知那看成我特自去食，不要驚我去 gym。我驚我特別等於食，我就是真正肥嘅。特別別講啊，我講聽，但是講我是對去馬來西亞大，我唔是對去馬來西亞食方嚟講啊。我有可能是食較少，還是我就食少，一個一頓啊，我 ringgit 啊，我買開貴maybe 一個50塊呢，買開貴50塊啊，一日50塊就借啊！係啦，就是講啊，咱睇住啦，要借。我啦，你未講嘅 ，because 我有啲外國啊，我直想對去並我會食較少，特別你這樣食大紅餅嘅時啊，你自己煮啊，你冇呢興趣嚇，係啦，我是希望啊，而家就好了，就夠了巴了，就是哦，我是要食爽嚇，自己煮個聲啊，你講。MCO 就非常講煮計聲啊。特別好，是咩嚇？你別話曬講到點樣來使用，是你買一個物件，淡薄伊較貴，你去國口食一頓。未啊？我啦，就叫較便宜嘅咯。我覺得自己煮係便宜嘅。你嚟識講你去國口食一碗麵。咱講你食3頓來講啦，你一碗麵個3塊4塊，好過算5塊，差唔5塊一碗麵，你煮2塊7塊，你算10塊好啦。3頓咱就是30塊一日咯，你煮會是30塊一日要。你俾水 transport 嘛？係咪 transport？你坐車去鋪地咧？你這車油免錢啊？你是講了你煮嘅？你是講煮食是？是行 Grab 嘅錢嚇掉本啊！坐3刀 Grab 喎，6刀啊！下你個佬你都未算嘛？對，係你個女一刀 Grab 差唔多特別20塊喎。看啦，你20幾塊嘅。你要大啲算係多，要落鋪地嘛是真係貴了咯。我是大我只是行路攤去食嘅，我到大邊食。你係病冇大位，有真係濟位攤食嘛？就是哦。免落鋪，我行落樓骹度攤食。所以我是你看想，我若是講就是講，我對去，當今我對去食項無相，然後對去對我食項，哇，去食好料啊，大好料嘅咩？我那是去對馬來西亞大是浪漫棒哇，我是真鹹濕嘅一個人講。浪漫叫我出去，浪漫講，叫去海底燕窩，我甲你死嘅燕窩，我去甲你食過只福建麵都會咯，燕窩。伊係叫花車去到部落，唔是部落咩？
乜都冇，係會就係線啊！嚇冇啊！我冇教你係每嘅係線咧，我教你講，我係線是學嘅面啊面係佢隻鞋啦。俾一包 economy 本開支只3對。係啦，你真係說，我啲睇有時特別真正生類嘅嘛，嗱類是有限嘅是。我嘛想。嚇，我是冇教你。特別老實講，特別咱有影老實講，咱是較好命啦。老實講，咱多啲外國做工賺類嘅人咧，對佢邊樣大咧，其實是會使真濟就對啊。你收看，你直接收，愛收30、50塊啦，收50塊一個月收落濟類，當然起啊，收起應該會有啦。對嗬，你是講啊，你就係講你被大學邊開馬來西亞女50塊啦，就是只啦，一特別被推蝕咩大，I think。你特別成日講，你先講我水厝嚟講啦，我冇愛買厝啦，先講我水厝本是貴嘅，水厝一個月特別個2000塊喎。冇啦，哇，免啦，免2000，免啦，2000啦。係多件啊，食件啦，食件嘢啦，是講比較爽就冇啦。1000應該有啦。但係講是1000啊，你學電費最細，係咪算起來特別2000啊？免冇啦，冇啦，主要就係電費細，你知啦，我 internet 講得貴，我個比較快 internet。我買 internet 我冇寫啊，我冇錢。就是你搞乜想？冇咱多幾秒，我多幾多呢？你 internet 所以我燒我嘅鐳，我應該開我嘅鐳和一較快嘅 internet。對。我看你人家了有退休，我應該開隻老人經嘅。係啊，我唔講貴本係變得學嘅老人叫講貴嘅。咱好俾次做嗬。你使包錯出門。你少年嘛，你咪嚟，你往請你嚟學西灣哦。你少年嘛，你嘅490老人嚟學西灣。我學你累嘅滯哦。唔是叫你學西灣武打咋，我學請你累嘅。這是乜 project？這是 Malaysia second home project 啊。Third home 啊，這算嚇。變成老人經啊，我諗是變得學緊老人經。本啊，我好想過本啊，但係咱老人冇驚字啊，是咱個正個老官啊，個係咪嚇？未必係變得學緊嚟咁做。但係咱講人嚟變得學緊，講嗰度傻一邊，有等我學晒死亡有死嘅了，佢哋叫做陪嘅嘢。冇，我不想講你，成個講我當見點馬來西亞，我阿格仔講就未開到這裡嘛，所以那些講那是一季節，人講咱生活累啦。特別食啦、參多啦、transport maybe 咱坐 Grab 啦，還是買火車，咱是上講老啊嘛，了個。好似係用 LRT 啦，先。maybe 話 LRT 啊，我驚啦，我冇買，我冇插，我驚啦。你做bằng 會 LRT 啊？有可能咯，我對佢退休，特別我退休都冇講隻股。approve 咗嘛？冇，咱個就係唔是 approve 咧，問題迄個問題唔是講累嚇，唔是起會未起，唔是有在掉無在掉，就是咱嘅政府。愛好咪？咱嘅政府是全世界第冧動嘅政府誒。OK，咪講隻話題即係講嚟會，講退休。我唔夾。咱是想家己講要安怎趁累，安怎去開下，你去想政府開 LRT 好啦，我嚟講你盲做盲。盲等啊，是講。盲等啊！我話車個，一個月我今日3900啦。係是莫零頭咁退休啊，莫零頭。這是這巴士未擺咩？這巴士學緊人啊，開老人經啊。你本年幾出基本嘅嘛？冇啦，OK，我邊年學緊開老人經，一人1000，我睇這哦。冇啦，乜都借，你包只包大。OK，包我個包一個 van 個嘅。1000塊冇借，1000塊冇借。那些你好啊，那些我是想問，是講唔知有鐳談到呢啦。我只想啊，背到啲馬來西亞嚇，唔是我俾談鐳啦，我俾佢大。有一個較濟鐳特別樣講你較好嘅老人經哦。你特別做借啊！我看只借你較貴嘅老人經嚇，你即收較少人啦，你變做成日講，你一個月學3000塊嚟講啊，包食包大包學曬。我買1000，
一千啊，就好爽啊，一千，好勢哦，一千。做熱位，I think。OK，我唔知啦，老呀，你做爽嘅。特別爽是講因為做咩你成日講鬥開手樣做，可能好像大歡喜，可能咪講成日大加線啊，可能冇人。伊別線嘅，伊有真正濟朋友，人老人有無相嘅人，特別你間我做個老人嘅，就是老人一搞破病唔知啊。陸地圖啦嘛。我需要路咯，陸地圖咯，我需要路咯，陸地仔啦 ，we need you。自己老嘅時，佢就需要別人嘅事咯。你啥不能安尼啊？我那時候別人啊，你那是破病，你就成就死啊，你免 rely on 我。你小鬼老啊，還是你有隔了類啊？你有隔了 plan 啊？把你 Alzheimer 我做。好啦，那就是你啦。你記 account number。了解啦，我未記 passcode 係咩啊？係咪嚟做下事？And then or maybe 你老嘅 bench 你 retire 佢你可接水打波片。片類嘅啦佢。你未講嘅，你all the plan 我冇愛水打波數，好唔好係未可能嘅啦。水是對路水，唔是對別人水，是對路，是講做路真正暑假係打波嚟線女嘅啦佢，嚇，伊唔是講就是特別人水成日玩嘅。係我同阿姨嬲咯。係咪你講？你那是吹彈一個阿公要做，你看你看過話，我就就是講伊就是暑假阿公嘅時候，你是被幫伊下，一開始就是伊暑假嘅人應該係城市。暑假啦，佢嚟嘅城市佢。你講啊，你人 retire 啦 ，maybe 你吹咗一個，你暑假打波，跳死人趴，跳長水，然後一跳你學曬你只水，啊，個你 maybe 你俾試下一節先，個講啊，你 sign 呢個 contract 啊。特別會啊，我話會啊，我話會做嘅講，你要試啊，你特別係去到落去啊，我都冇驚字。donation 啊。你咪是只可以學曬路嘅人啊，按照下本啊，喂，你伊免嘅話是伊免水本好，但是講伊你是個一個少年家啦，伊是我是講 contract 呢，我那是直接我包你只包你大，你做只大嘅話特別你過話啦，你免嘅話免數話誒，這是成個平常人過話大波雜波不可能冇插。แล้วรู้เอกว่ากว่าสีแล้วว่าชุนเลยลุยว่าหอรู้กันแล้วหิว即係是毛毛菇嘅故事嚟。你講嘅款真正好像你知冇？嚇，你被提示話。伊袂累啊，你若是破病啊，就要開累，伊咪開互你，本錢嘛。調本。伊開互你呢，春伊就無夠春了嘛。特別你使成個一 class 你使寫講是你無 control of 你嘢 until you die of natural causes 還是係咪 anything 無關係嘅嘢？鏡頭係啲裏邊。冇，就差別款條頸掉啦嗱。就差幾條頸。就猜鬼條假絲，係我哋。嗱，毛蘑菇嚟啊！你講就毛蘑菇嚇，我講就毛蘑菇講笑，毛蘑菇出嚟嘅陣時。係毛蘑菇。毛蘑菇啊！未聽你睇曉嘅講笑，毛蘑菇，未聽佢兩隻睇曉都拍壞就要。你 mute 掉啊！毛蘑菇你 mute 掉。哦 ，mute 掉。如果啲學掉過係點處啊？實啲學掉呢？哇！你老咗啊！你拍壞嘢啦，毛蘑菇。一時學掉嚟啊。學掉。即愛嘟冇地，愛嘟南西嗰條邊，我已經開咗落去個邊點啊？那水嘢咯嘛。愛嘟學曬話，愛嘟我請愛嘟，我請愛嘟嚟學曬。毛蘑菇啊！你下面有掉個，沒有掉啦。南西你下面好了。南西你個沒有掉，不毛蘑菇沒有掉，特別佢冇拍壞。
加密，哦，上个咩嚟？食嘅咯。cake 啊，得啦，我斷下。搞起。因唔使得啦，得啦，南西有啲，佢就得吉隆坡下。我成出嚟去行。摩領頭有啲走路啊？你走去啊？你即唔使走去得咯？依多啲得咯。依多啲細笨嘅。哦，西班牙 because 依個 poster 是 Amsterdam 嚟，我想是 Amsterdam。領頭你係 poster 啲你後邊是 Amsterdam 是唔是？聽下試啦。It come with the room 啊。忘記做咩嘅，你想？所以你幫輕你水啊？Yeah， 用水。哦。外口環境是咩？我看者。外口看者。三姐啊，你看你可以幫我聽咗。你看唔要緊。哦，哇，天真水哦。Hola, señora. Hola. ¿Cómo está? Nah, mama gue在東嘢啊，特別個冇聲個，媽媽gue你 mute 掉咪，你咪 mute 掉，我而家試我 dyslexia。你好咧，聽到未？聽到啦，拍壞嘢哦 ，camera。拍壞啊，咪好咯。哎呀 ，screen lock 一個。我哋玩 screen lock，等陣我帶佢開者嚇，wait 嚇。南西你食咩？南西食好了。你食咩嚟？你到吉隆坡下。似我啲吹嗰啲啫。我嗰看到菜店媽門啲邊喎。菜店媽門到這邊。I do。南西。我在事情樓家食夾冇 ，because 你諗。有啦，有菜店媽啦。喲，我別。菜店媽啲得咯。要 mini market。哦 ，mini market 到這邊。哎呀 ，OK， 等陣啊。這我別 ，OK 來啊 ，OK off，OK sweet， yeah， OK， 喂，到你 camera 未開過，哎呀，等陣，你阿媽，我穿咯，你要見啊 YouTube 嘅人，你咪做水水嘛，你 right in the kitchen， 哎，咪是說講話，去 YouTube 都俾幫較水那麼，隔壁冇個 camera 個，我是俾每路我人想你講有退休嘅話題嘛，然後我俾想看你會講看你嘅退休嘅生活係點？等陣先，學我食到邊條先，本來你係誰啊？別人講啦，叫你南西講南西啊，我南西聽到我南西。南西同我，哎呦，我未使開嘛，我開了，咁啦冇死機，因為聽到我講話嘛。哦，嚇對，畢竟你免你 relay 你 message 我嘅10時過咯，可能覺得半粒時過。Real camera。特別一個阿貝 rotate 個，嚇有好水，其實到我使幫大路啊。嗱，啊，南西啊，學到未？學到。南西聽到我哦。聽到。南西我講退休嘅事啊，你俾你 camera 嚟看到呢個見面啦，南西。我你退休，係咪退休？你不要聽啊！我不要聽啦，我知我係煲湯水嘛，我好多。退休嘅事啊，你退啊，你退休嘅事，你退休嘅事啦，我講會到啲邊個會開一間咖啡店，然後咖啡店下邊咧，你愛去拍曲嘅人啊，隨人拍曲啊，係咪本會使？然後你愛去隨英國店啊，看陸軍啊。本會使伊家己知道到，然後你樓頂個一間房，互你個人看命。唔是啦，你會叫我人有收視，我人頂擺就我人retirement home 啊，掉萬字嘅你叫。哈。然後嘛是講愛 massage， 早起 massage 個阿妹。想嘅。
我是講要開一間咖啡店啊，好啦，然後隔了人去。老弟話實，因為特日本有成個live stream，特日到底係一間咖啡店嘅。live stream 咖啡店，了有時旁經。嚇！你條你邊個來？邊個看女仔？哦，哎呦，迄開門那是大把咧。你阿媽是說轉？哦 ，double tap no eh。媽，你說用歪？呀，嗰啲好毛毛古古哋嘅橋都對呀。แล้วแล้ว我唔會南西，我唔會你退休嘅時候話成咗，你退休嘅時候話。我把你退休啊嘛。哇，當你笑啊！你講我哋把，你成話，哇，退休嘅時候話，個當今嘅想，我看你們是才講難咧，我看你們是只正面嘅做嘅，我看你退休嘅時本。是我真正嘅做嘅，我 I don't think 我你退休啊 ，actually， 佢哋唔是講你冇做工就是退休啊嘛。對，你使出幫面嘅做嘛。咁你會使講去做一種你有試咪做物件？做落地哦。哦，但係做落地，那會使嘛？那會使開啊！你看人那會使開啊，個別店，你唔使做落地唄。唔係唄，我愛 share 我 share 你見到 share 我咧，我去買啦。share 你 skill 學，我 share 你教我，後面我 share 你。冇，我是講你做你補出來啊，嚇！然後我去買，嚇，我去喺個別店買買。我嘅個是咯，未落地，特別我可能是我唔係未落地，我 share 我係 skill 呢。哦，maybe 都教人做落地。教人啊！開班，咁，可以做下咯。哦，แล้ว你ใช้กำลัง做 exercise ก็咁 Zumba exercise 所以咯，時候看幾回啦，無咧8-10回，你去教人，人我愛學你教咯。誒，你就咪有會人教有會人，你別使叫你未有會人未去跳啊，自己學你少年家教跳個你先平去。你就別去老人嘅嚇，你 adapt 教老人。嗰種是個60回起啊，是幾回起啊？嚇，80回嗱嚇。我俾睇你90回班。80回，你就係跳邊？你就係跳Zumba。係嗎？我OK，所以幾回攏是希望講幾回有嘢趁退休咧。但係英國中是講伊50回。即係英國中應該是把你退係咪啊？退回了，是唔是？退休了應該是。我問英國中嘅時光啲哦。我個計落呢個，我55歲嘅退休。哦，55 ，OK， 一當經52，對。53個計落呢55歲，點話即冇領頭未了呢時啩？日本，你看做紅。當今伊個即時掛當愛貴啊，唔知賠。差唔多杯啊，試過當，當緊10杯啊。我唔知係咩做啊。馬來西亞啊，美國有試過無美字嘅。是人英國嗰了試過嗰了有美字嘅。什麼英國無美字嘅試過 ，maybe 樣 organic 嘅數。唔知啊，老師啊。唔是 organic 嘅數咩 ？organic 一個有 GB 不啦 BG。誒，我媽講 GB 嘅，我媽是長沙人啦，伊唔要講 BG， 講 GB 嘅。我媽伊袂曉嘅 BG 是可能話咩？是瓜子。啊，是瓜子。BG 我冇是講 BG， 是講我媽你講 GB。我係驚嗬，嚇！你講到有一個 nickname，
因為話，你 nipple hair 是係咪做咩有可能 nipple hair 咪啦？對，叫磨零頭啊。nipple hair 是零頭磨嘅對。nipple hair 咯。誰是 nipple hair？哎呦，I do 啊，nipple hair 咪是零頭磨咯。你大漢呀，你就知啊喂。嚇！有啊。Actually，老實講啊，你有幾條嘅毛？零頭還是得咯？零頭，查某無嘅啦，查某無。查某有咩無啦？我看你查某飼零時只對 baby 個呸冇出係呐。我咪得我即係講小手頂嘅有一條。咁你真係有英國中嘅零頭。我幫大個。真係要咯，真係要。我零頭真係毛，我零頭真係毛。有啊，可能話。唔係。等我就俾剃曉啊，就俾俾單個人看，我剃曉。我未單，我到底即個我到底 Eventbrite 未單，แล้ว即個可能佢你把幾句嚟俾。好勢，不過怪歡喜呢，個 Eventbrite 介紹變得好見呢。OK， John，佢又補攞嘢。佢講零頭碌咯。係掉啲零頭毛係掉，零頭毛係水，搞清楚嚟。踢曉 ，OK， 我俾講，我但我咪算到對，慢慢啲算累掉，我俾算看一個月特別阿個幾累，然後人家會到啲變成會同踢曉個或個爽係呐，唔係講真正爽啦，但爽淡薄很。你若是要食，看到小販啦，直接30塊就夠了。直接30塊嚇，我食小販嘅。直接30。但係我冇聽到南西話人講嘅就是金毛蘑菇，我講嘅就是我當見對去食行嘅，我係食熟去爽爽嘅。我若是不是對退休對馬來西亞大時，我真正減食嘅，我特只會使開一頓使開10塊呢，ringgit 啊。賣啦，不如10塊咁個，你知道未？唔知賣。我唔使攞第4對嚟喎，攞自康自，都是自康3礦對嚟，嗰是自康4礦對嚟咧。唔知喎，我看佢是退休，自康4礦啊，我哋講。其實你會使食雞飯，你加後水。關鍵雞飯吧，你是阿個7塊，這邊個？雞飯哦。雞飯是6塊半。然後搞後水10塊，一出，個打你家燒。特別是講當劍咧，話叫可能自康4礦燒，可能都較貴啊，有時講。貴。一盤10塊。Inflation OK，人講 inflation 個算起來就會一頓，人講50塊咯。Inflation about 8% 一年應該是，8 to 13啊，你看過應該是啦。人就有calculator 個算，有算半，人有算半個算，所以人算起來國際率到對馬來西亞，什麼自康4礦退休，或者乜60歲、65歲退休，但我是幾歲啊？當今我是40，我是幾歲啊？南西我幾歲啊？40 OK， 40，但面我是個我19年嘅退休啦，是講65歲。對。19年都 OK，頂埋20年整，一半是4塊幾，20年整。所以你20年後是 about double。OK。然後20是咯，個再 double。個20年個再 double 啦，是講 OK，所以是講個20年 double 嚟講，嗱是同我哋講一個月成話攞當金就是話雙雙個2000咧嚇，攞3000，所以儲個咧，所以儲算尋隻起來3000塊啊！哇，等咩時候都俾6000塊啊！我教你會聲哦，我教你會聲啦，我水回來啊喂。我甲你會想水過來啊喂，是阿個我人嘅 retire 嚟是我嗌你咧，說是水60歲，嗰時50幾歲啦。特別注意啦。但是用家80歲嘅嗬，是阿個是100萬啊，你看。100萬是有這類，100萬是1 million 啊。1 million。
1 million 少嘅咩？歲到80歲。lifestyle 是食，較凊彩淡薄，加食較好淡薄爾。哦，唔是媽媽，唔是媽媽啦。But 南西1 million 夠咩？啊？我感覺成係少呢。因為即係1 million 本身。我諗不算好啊貴啊，我真係想嚟話會想啦，就是 I'm like at least I 3 million 咯。I mean of course 你是大 maintain 個當今嘅 lifestyle 咯。我是講伊路1 million lifestyle，我enjoy lifestyle。我點解我做保險嘅時，我人有算，你睇 plan 可能嘅，所以我有算可能，所以我人愛看埋伊愛enjoy lifestyle。伊講伊留來，伊愛是食 restaurant， 甲是食媽媽，甲是伊愛食較好嘅，所以我1 million 成隻少呢，可能貴20年1 million of course 1 million 是第一包數嘅啦，第一 safe 嘅第一包數嘅，特別係 maybe 係一個1 million， 特別10年前我算咧是10幾年前我算是1 million 啦，夠我人 retire 到80歲，本來命到80歲。I think 是應該是我較長會80啊，大頂。特別幫佢看路大得咯。到邊年？邊年可能少貴 KL 淡薄咯。OK， 咱算3 million 啦，用 conservatively 用即個82嘅 number 來算3 million 啦。3 million 看一個月咯，一個月幾錢？大家你退休嘅時買3 million，嗱，面所謂20年裏面我必須賺3 million 嘅鐳啊。你愛得你去收鐳咯，你愛買一個 property 來收，嗰時你愛去做一個 saving plan 嗰時。我買啊，我買俾 property 啊，我嗰時時講我等於退休嘅時候，我就是我死掉，我就免咗我個買厝，咪我買啊。我只就係水厝水較爽嘅啊，係然後大條死去耍然後咯。然後看你買 invest 唔相位咯，像你買 public mutual 啦，你買一個 saving plan 啊，係咪啊？你看來收咯，你買價了，你買一個 plan 買。你啦 PRS 啦，你 private retirement scheme 啊。特別我收鐳是收這邊嘅鐳，阿面到底這邊嘅收，你是到底下邊開樓時啊，拍算啊。你收大陸嘛，你收啲 bank 都冇可能收啲 bank 收加300萬嘅嘛。對，有啊你 already 有啊啦，我 retirement 下邊嘅了有啊，是講我俾看我 number target 對就係，但係講我特別。諗諗我話3 million， 但係我特別20年，其實冇問題嘅。是講我大邊，是講我特別係我特別一半大美國，一半大這邊嘅。那是講我累積差唔多成啊，萬咧在20年後時，哇4 ringgit to $1，是咪是定了還是？哪類是？有。看你 president 做咩啦？伊 continue 嚟看嚟講，我是冇 surprise 咯。second term 嚟講，我直頭面對退休啊，是直頭當正事啊。你當正事耍啦，就是那是講3 million ringgit 嚟講 ，OK 個最高。其實就如果你當正事不嘢喎，你當正做工去 office 邊啊，唔是有隻 cemetery 咩？你 cemetery 冇了 baby 啊，係 historical cemetery 冇了。我真係我係亂啦。Actually 我冇插我死嘅事，我死咧我就按照本表見咧我冇插。我是想講我真冇咩希望講，你畢竟是另外一個話題啊，死要做咩啊？我做咩？本來成個你奧數啊，你辦奧數啊，奧數我是要做只事，我是想講我無愛成個你開慮到啲掛叉啦，咩你借名，可我無咩愛喎。我哋唔是講過啊咩？你需要你會幫這個把出嚟 podcast 到你借名位。你是我是係到7-8幾啊，特別係你無要緊啊，還是無插我死嘅我唔知啊是。特別我是要緊嘅是講伊樣買開慮就對啦。但是講我要想講辦儀啊，你抓愛掛茶低了啊，
你咪咩去燒去啊？咪是耍咯。我咪成日講嗰啲，哇！邊嗰條溪集清啊咩？我唔知你這裡，我唔知做老師喎這裡。啊，你使對咗粉啦，試過啦。使爆掉嚇，爆掉啊！咁樣我很試啊，到咁樣嘅燒去啊咯。我舊時講，那是我老，那是講我平常可能試是老啦試啊，應該是我都冇驚孫嘛，還是應該都冇人知我是裝啊是，那就試定嘢就算咯。特別別講嘅啦，人會變嘅啦。如果你講，反正都講你後，你會想法個無相嘅。就大人搞一個分享，個想無相嘅件。是咩？我是拿來拿簡單啊！我頭較少陣時，佢想講俾一個來俾借咩人來是要做咩？當然是頭面咧就試一耍搞少少氣啊！我買笑我叫做，你就別做啦！唔要緊啊！往後路三大 notion 哇！從啊有我去大好了，係咪有我去笑我去第二啊？未？我別喎，我咁樣笑嘅喎，笑甲半記我啦啥？啊，發生啊！這邊有攤未抓嘅刮茶咯，我知哦，有抓嘅刮茶未？細啲抓嗌啊！啊！呢隻 cardboard 嘅刮茶。特別想 maybe 你使 invest， you after retire 你使 invest on 嗰啲富貴山莊啊、二萬啊。白佬會使俾了，咩單係事，白佬時會使俾啊。白佬當然會使俾咧嘛。我唔係喎，我買做越大，我前睇你講少少期啊，客家佬到啲嘅落邊，都冇客家佬。係啦，佢刮茶是生類嘅啦。我咪是想，好笑。基本會了咯。我咪是想你講少少期客家佬喺。是講唔知你 bio 誒你調料咯，佢哋都，別見到前睇到啲到咗後尾落會，但係你教我多啲頭開耍。試嘅店咯，試嘅店啲嘅落邊本嘢啦，我插緊你。我咪想下。你使包，你使笑啊嚇，包我趕回去 Disneyland 一心。唔去 Disneyland 啊！你後尾落前睇入面，落亞路下面前睇我冇飲。真真啦，會唔會就係心？誒，咱講時快，即係而家 retire 嘅時候，即係 retire，不過我有唔使 retire，咩死嘅事 ？retire 講我都係公司。少女，我是想你看喎，我是想成日講爽嘅 retire 啦，退休啦，嗬。我是會成個隨活動咯，去做物件做當做晒啊 project 啊，嘅啦，免去想啦。去搏掉了。係咪咧？我只係我是地博膠嘅人，我未曉博膠，我未曉。現在唔是當人，是人哋講，我未曉博膠啊。我咪未曉。我只係卡拉 OK 開了。我個冇興趣。係啊，有見過你燒條啦咩？可能騙。誒，有影啊，係有影。你可能。我講嘅是你聽到呢，somebody 我白嘅啦，然後學嘢。是老安哥啊，那個學者呢面，所以就冇騙人類嘅啦。學中國學冇我是本地就冇嚟哦。我就 sorry， 是下面國家冇。誒，馬來西亞本雜誌啊。有啊，咯，聽緊啦，安德個 refinance 嘅處啊。哎呦，那嘢不好人哋就冇。這是我聽過。阿伯叫做鴨嘅，學習冇騙個了去，老闆唔是叫做鴨。哦。真正有 effect 嘅啊，伊唔是叫做鴨啦。我聽過垃圾清一禮拜計騙個了啊。誒，你積壓咯，攞冇啦曬你，你看騙老人嘅類似啲積壓嘅咩？喏。啊，個特別係是家己會曉嘛。特別冇，你嚟講家己。所以讓 retire 佢有啊。你個幾？你做老啊，你做教驚物件，老人啊，較濟是較驚，都伊人驚做互伊人驚，伊講互人成個我媽呢，有一個人驚啊嚇，拍電話伊講我是你 bank 來啊。你人找一個啦，找蝦米啦？你若是無做，安尼看啊，有可能你會去坐卡庫。即係冇，就安尼看你就請假啦嘛。所以老即係老人嘅女，因為應做請假。
不用停了，不要他了，不用停了，不用插手。就是讲我不知道老骗老人是真正，哎呦真正衰嘅，不好死嘅話是照噶咯，不好死嘅。是哦。人半時啊，談你累嚇，有有老人去先啊是。是啦，社會啦，你有影是社會。老人講啊，我都唔知呢個 internet 嘅物件。hello 啊。因為我人睇下人看老人講，哎呀，伊人未曉嘅款，我家己想我若是家己老嘅時啊，我嘛是做變做嘅款去啊。就是啊，了你變咗靠別人來鬥個做做。我嘛是靠較 modern 較睇下嘛，所以我就未明白伊了，所以我本是變做應老去啊。少。看不到了。我被啊，他們我哋都被聽下你講啦，你退休啊，生活是要做咩？但係你講一半，你講你做工。我我是我怪 enjoy 我做嘅物件，所以我是未早退休，but maybe after 我退休 ，maybe just 做，like 較少點先。做，咩嚟做都 ，I mean like 做 charity 啊 ，no philanthropist 啊 ，you know 做給物件啦。哇，你安尼好人啊，你。Yeah, tapi it's something like that lah. Something like God enrich your soul. Something you feel enriched after 那種。無好，咱本來學見做節目，咱退休時，咱去不上嘅老人經做。我係老人經，有真正少年嘅，伊學曬我真正好咯，所愛諗怕咯，真這死人老人啊！咁咪6歲諗怕。伊唔是老人經，是垃圾經嘅啫。有清差咩？我是แล้ว你是講讀了做工嘅物件啦，還是講你有啦啥就講我當今是無嘅物件，我減嘅物件啦當今是因為我買有可能我買對去馬來西亞是因為我爸母嘅事啊，但是講我不到我老嘅時爸母無佇嘅時，我唔知佢會想係對邊個我。Tapi Penang sih Penang嘅爽文。啲咯，你同佢細路對嘢是唔是講，我呢度去看咧，但係呢也是，you know，我係都朋友咯。當較濟我98%是為咗爸母嚟樣。哇！แล้ว特別大是有對馬來西亞大 of course 是有好啦，我講我特個人頂起我特只想食垃圾啊，想食塔粿條啊，想食雞飯呀咩，我就想食嗰啲檳榔嘅物件。對佢是有檳榔嘅大檳榔有大檳榔嘅好，特別呢我是感覺到我有可能到對於我好嘅物件就是有可能，但是講咱類個是比較美國類比嚟講係哦，較細嚟講，我係對於開較拖，我係類用較久啦。喺呢度，了成我個怪好咯，就是講，我對對於大，特別我唔知久長，我老實講，我就要分開大，我唔知會到啲美國，我較就是到啲美國。死佢到啲檳榔死，我殺掉啊 ！Actually， 我有捌想安尼款嘅物件咧，我較屬個死啲馬來西亞，較屬個死啲檳榔，還是較死我買死檳榔 ，because 我直直想啊，你就知我做陸軍，我捌看到真正濟外片啦，然後我捌想個伊人嘅，成個伊人嘅。呢類情形啊，是我背啊，我第一杯會聽到會味到嘅物件，甲了我背我家己嘅國家。你知無？像個我細漢嘅時，我會記我聽到嘅聲，我味到嘅味，甲了是，我本來是好味嘅味。
我背下你味，香的味啦，煮食的味啦，咁了煮食的聲啦，咁了是下你是我細漢的時，我會記。你再無來成個前時弄到伊個鏗嘅聲，了味到人點香啦，下你看嘅味啦，我試時我袂安尼看嘅情形。哦，所以做路成個rasa sim成個較清較後面嘅成個。了手成個一個 full circle。哦 ，OK，會使啊，袂歹啊。我買一邊咯，一邊。你會使去錄嗰啲聲放笨笨了，甲人講我要留要釘嘅時，你放這 record 咯，這 CD， 鏗，嚇你會使啊，你會使點香咯，點香咯，香啦，是不拉真嘅味啦，雞嘅味啦，係咪使？雞西嘅味，雞西味，雞嘅味啦，係拖梅味嚇，係拖味，我寫咗一篇。但係特講嘅味，但係特講嘅味㗎了。呢個你在產對面在產嘅你西味咯。伊人用西嘅啊，伊人西味，阿妹是伊人用西水去壓壞嘛。對。是。你講你聲㗎了，你講你味我背講我。我們每隻莫令零頭莫你感覺你睇是變怎呢？安怎睇曉？其實我真想會想聽隻聲都袂識。你聲？哦，這個聲哦，有影本來。我聽到這聲，我有影是想到馬來西亞。It's焦嚇。It's a sign. It's a coil birds. Coil 是焦，特別真正韓國吹嘅，真正歹吹。一下安尼啊！一大啲入面呢個長咧，頂。我都未看到伊嘅，真歹看到伊。入面呢個。我看有隻小啦，是 coil。伊個我看啊，我聽邊個講緊句啊，from experience 我聽到 quite depressed 喎，我講被做一個被做好你 end up 我做了，我already develop 我嘅hobby 啊，我係 carving 啊，叫我講過嘛 ，carving 做我係頭匠，然後我咖喱巴，你真係睇曉是要做呢物件啦，你是講？No, I'm more into 我嘅 hobby 啦。然後我我幫爸是做wood turning 嘅，做spinning。然後個隻姐妹嘅隻係做嘅，咁嚟成日做啲咧頭匠，我是為興趣去做啲頭匠。喏。所以你是拉薩，這是件事。你是拉薩，你睇曉是要做你有興趣 hobby 做咩啊？成日我看到隻 YouTube channel 讓retire過後嘛是做係咪成 drone 讓review 嘅 drone，然後這是我嘅 drone，安尼，然後我 maybe 你 drone 係飛去Pulau Tioman，然後你看 island 嘅 view，another view of life 啦。Instead of boring 對到人做 retire，如果對到去，然後 you can do something different。แล้วรู้即係較少人嘅 retirement 嘅 perspective 個冇想啦噃。成日你係做 van life，你係 modify 規定嘅 van，你係 travel with your van。特別你想到路嘅頭路咧？你講路啊？我想講按照 plan。OK，把路說嚇 ，online teaching 啊 ，online class 啊，真濟啊。所以你使到啲 online skillshare.com。你是講學物件是你教？你教啦，即係 provide 啦，嚟 things that 你知你曉嘅，你要做鬼打籃，你教人做鬼打籃，你要做米糊，你教人做米糊。即係物件你使教人要賺一部嘅鐳，或 maybe 你使 I don't know 啦 ，maybe 你做工，你做 delivery。你等陣我想話零頭冇攞夾幾歲今年20幾30歲？19我30 OK，
所以有可能你會成日講你想retirement 啊，即是人你還是想要做啥物？你幾歲想要 retire 時要做啥物？甲你較晚你 retirement age 時，你想法有可能無相啊。特別 maybe 無相啦，但我把你嘅想法是quite like children 嘅想法啦。我有我呢一項講啊，我會使醫啊，我會使做啊。你是做你是想要做嘅物件，特別無機會做到嘅物件，你當要退休時要做。more like this 是啊，成日我係以為奧斯卡，然後我係做家，我係我係去海邊。我問你阿家想看要幾歲呢退休？你當入教會時？我嘅想法，我 as long as 我有我嘅累 sustain 自己。然後 even though 我 everyday 做工，我幫工，因為我做工未調嘅人嚟嘛。所以我都找辦法，我都找辦法，好我去 survive 嘛。就我I mean，我把路 plan 是做 delivery，like you know like 叫 Grab 啊，是Uber 到 Spain 唔是啦。And then 到 Spain 是叫別人名 ，and then 我唔知叫咩名，我冇去。成個家己車 service 啊。你是搭下車，你上 delivery 咁樣啦。Or you can work for any Chinese supermarket 啦，是咁樣啦。你是講你退休時啊，是當機冇？當機唔俾使，退休俾使，我退休我冇 plan 嘅。特別你想看講你阿家幾歲時是你要 start 退休啊？要開始退休，還是你話實講退休甲無退休嘅程差無相濟？所以你是無講 plan 講幾歲要退休呢？應該是咁講啦。你若是講無情差時，你想講你話你成話特別有當時有人成，我捌聽過人講麼？人講你做咩遮濟人是要退修你到你退休嘅時退休，然後呐有啲人是成個講你當今做掉時，你特別做淡薄。成日退休嘅生活，到底你嘅生活啦。即是我感覺人嘅 life 是點講嘅嘛？嚟你 even though 你看一隻人退休啊，死嘢喎。未退休就死嘢。是退休一年就死嘢啊，成日 heart attack 啊，或 stroke 啊。你冇太 enjoy 咗啦。Yeah， like when are you gonna enjoy？但係我 gonna retire，I'm gonna enjoy after my retire life，you know？ 對唔啦？你 retire 佢有空腔嘢，好似，動槍嘢。就是我買單小股嘅。唔是講單小股 ，you're doing it，you're living your life right now and you enjoy half of it。我唔是講咩假浪還是咩啦，即係我自己方法啦。你馬仔你空腔嘢，你馬仔你動槍 ，and then OK 啦，everything bye bye to you。但係你就俾 enjoy 淡薄咯。嘅兼啦，咪講世界是累不咪開可能，有時。我講你 brand 正 busy 嘅嘛，但想講我係 OK，等陣我會做啫，5分鐘佢我做啫，5分鐘佢又半年啊，你做我佢又我另外5分鐘我會做啫。我其實我最近嗬 ，this last 一年半，好像是我開始講慢慢有想到講，我買呢部，因為特別想特別有點聲 slow down，特別你講在我款啊，我只物件，我要做當做這咧，然後我變做我嘅成個我嘅頭腦啊，想無應過頭啊。然後怎講啊？我 mental wellness 啊，淡薄影響到，所以我做什麼淡薄。我人講你就俾等來畢業化。有你成 slow down 下 pause 㗎啦，物件停我冇插，我冇去煩惱嘅話講，還是煩惱嘅物件㗎啦，暫時停落來。然後有當時我做我愛做物，做我成啊。enjoy 物件，你冇乜有當時是看 video， 還是寫我嘅寫字，還是做咩？我特別成日當今特別調啲 cut out 一個點聲，講 OK， 我這個禮拜我特別吹一個點聲，點靜落點靜好靜落來啫。然後我那是無人肯做啊，我會鳥會去消去啊，老咧有時可能
喂，其實我講幾句啊。講。如果 retire 啊，成日往馬路 life 咁需 retire 喎，你係 pick up some habit 啊，成日會讓 pick up smoking habit 啊，成日我定估半個 smoking habit，包括 quit 啦。你係 take 5 minutes to break down， you know to chill， 有喘氣，或 maybe 都去做你個運動，去飲你個啤。It's also considered as 一個正 peaceful 嘅 life 啊。你成調啲貼點聲 ，even 都5分鐘，冇你貼啲點聲嚟 enjoy，成個 save。哦，你係去你 favorite Starbucks 飲你個啤。John 嚇。the call 即係別使講嘅。嚇？別使講，如果冇少咗 link。反正第二出聲不了，這出，我不是他們不是的哩，拍電話誒，喂 website 邊。So if you retire 就檳榔嘅 facility 啦，檳榔搭下車嘛，你係去搭下車搭檳榔，然後你係去 enjoy botanical garden，你去 jogging，plenty of things 你可以做，你係學爸爸媽咪係 cooking。退休了啊！老實講，檳榔是袂線啊，檳榔是真正唔要做嘅。咱人是真正啱 retirement 嘅所在嚟。檳榔就是 retirement 嘅island 嚟嘛。伊是 haven 嚟。我愛，你比我少賺3萬啦，300萬啦。300萬。你俾白表嘅，我冇俾白表。lottery 啊 ，because 對我嚟講是一時真一個 investment 咧，我就係佢只開想幾2-3塊 $US 去買一個希望咯。老狗，希望是啲老狗。希望啊對，所以嗱時我一丟嘅話咧，我好邪啊。對啊，補啦。補啦，補咯，補咯。OK，我俾小打，將個俾波槍係咪嘅？俾退休俾做咩？那是3 million 啊，那上起來3 million。如果300萬是3 million 咪對，還是30 million？300萬是3 million。3 million ringgit 啊，所以我特別 at least 要談夠下時，應該是部分地都會。我感覺有影3 million 咩？我等我聽啦，我想呢錢啊，10 million 就夠哦，免3 million 咁樣加幾類。9 million to be safe。9 million 本加幾類啦，小。我聽是做 banker， 一直大家擺講我聽，你若是少咗 million 啊，你會退休嘅真正爽了，你知無？特別咁聲冇聲咧。你係使做 investment 本嘛？特別你退休你就買嘢你去做 investment， 你還是就冇 safe 了。你退休嘅你是應該是 liquid 了，你 maybe 淡薄 interest 淡薄，特別你別使嘢去 investment 了。because 你退休嘅你係是會學你退休用嘅，你當金 invest 會使。แล้วก็你退休時還是就被 by the time 你退休時，就被 convert 去 liquid 了。你若是真正搞啊，你退休時啊，你開累，無聊就本誒。呢個時你會過送，你 bank 就會有過送啊。係呢時真正啱，我買4幫別人累。喂，自己開嘅咧。一個朋友佢講，佢個教呢時，你差不多俾4時，開嘅了。嚇，去做累。就是冇人講過if 你 after retire 你被做成嘅get near to religion 成嘅你變回教你係你啊 things 你係做嘅嘛唔係？唔係啊，我退休時我要做 taxi driver， you know？ 對阿公咯。taxi driver 嘛，即係咯阿龍咯。即係咯話咯。like 你看下只濟人退休，直接要做物件做，其實你使 start from 馬路你使做嗰度，你等到退休做咩？對，我有即講喺度頭問，你成日愛做物件，當然我是有咯，當然我是一年對一道，變嚟我是成日去
成個我退休嘅成晚，我看到一年多3禮拜對檳榔是看那，我啦實話特別係你對佢你使開金紙一點啊，我多卡車一點。特別我個別曉，我是爽是就是我對，那是我對檳榔啦，特別無我對個人講，我對檳榔我是食鹹食嘅，我但是對佢。除非我收到300萬啊，成個我對我甲成個即個我地度很啊，好嘅人啊，我地度300萬。我這是人甲我講嘅，你那陣I think 是你做 insurance 人甲我講嘅。你別你個管理嘅你啦，伊講I mean 你 retire 你要 maintain 你當今嘅 lifestyle 你是講。我 maintain 你可能3你愛有啥物啊？3 million 嘅你講啊，哇！特別你當今，若是講你厝家己厝已經俾有啊嘛，還是你就減開厝嘅類啊，講厝嘅類就免嘅嘛，所以你應該是較少嘅嘛。若是講你當今開，你若是講當今你厝嗰啲講條，除非你已經開了嘢啦，講了嘢啦。所以你厝免何類啊？你都有可能都會看到開面都較像咯。是講當時無像阮誒你開你學講厝誒類啊，你當時無做工誒時候，你變做夾迄個老誒時，你夾迄一組誒類去學類誒 medical， 你學類看落軍誒類。迄個是嘛？你看政府誒。為咗擴建嘅，擴建看你要大政府還是要大 island 啊？我那邊是拿人會有 insurance 啊嘛，對我哋是 insurance 你冇保護咯。嗱，你 medical insurance 冇保護，你 insurance 咯。會嗱，到時講咯。我是爽呢，那是講我是 retirement 上面，我是驚做物件個，我未想講我買做物件嘅。你 only thing 我要做嘅是，我其實愛做蝦米，我家己 freedom， 我家己自由，愛做蝦米。那是講我今日這禮拜我買做工這禮拜我實在一到厝看戲下禮拜我去出去做嚇，我家己愛做就做啊，佢哋就真自由咯。老嘅退休時就是要自由。唉，棒聲啊 I think 我就會 target about 到差唔多2 million ringgit 呢。但是講我條 switch 嚟講啊，你是講啊你係地基嘅抓啊？咩地基嘅抓？我水咩？死氣我冇插，我是會我也是插。死期啊！我冇籌啊，是唔使到時間嚟拍水嘅，都唔使個當見還到嗰陣時，當見齋都還到未掉啊！佢哋叫你還到啲唔齋水。哦，OK，感謝各位聽眾。你使 base share 嘛 ？base on 那啲 glove share 到Malaysia 個路真係特嘅。係咪 share？哦 glove investment 啊，然後 retirement 就唔使講 investment 啦，時。當今講 investment OK 當然老我嘅特別嘅邊一禮拜就是特乜走去啊，毛毛菇南西個有個種啊，巴嘅對，巴嘅แล้วก็ตอน正老椒我哋都好啲嘅英國中那個成交領頭毛。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你能睇收聽300萬啦嚇。然後老時咱做隻咱個做隻係咪啊？做隻去個別調面拍卡。我個有到啲 YouTube 嗰邊，但是講頂次擺浪冇聽到嘅，別使，我特別冚住聲，timing 冇敏感。OK，bye，再見。拜。